后来，即摆全世界各国拢咧等新冠病毒的疫苗会当赶紧做出来，也毋过就算做出来，恐惊效力嘛是问题。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讲，其实这个疫苗只要超过5成有效，就会当来就试。台湾的专家嘛讲，像这个流行感冒疫苗有效率嘛是5成尔。但是不管如何，嘛要摕到充足的量，互出城的人拢会当注到疫苗，安尼。伫防治上才有效果。疾管局的前局长苏益仁是讲，台湾甲新冠病毒的这个疫苗的供应平台签约伤慢签咯，恐惊抢袂到疫苗。但是中时来反驳讲无这个问题。就开始，那我们也是很早就一直在谈，都有一个截止点，所以大概各国只要是要出钱的国家这截止点是一样的。卫生部长戴时中一开喙就针对前疾管局长认为讲，台湾想话甲新冠疫苗全世界出的机制 COVAX 签约，不过国际疫苗什么时阵会使摕到？效果安怎拢唔知影。美国首席传染病学家福奇嘛表示讲，唔免期待这个疫苗效率有偌悬。FDA 更加讲，伊的效果超过5成，就会使批准上市。流感疫苗大概每一年平均效果都有50%，只要它可以达到流感疫苗一样的保护力，我们应该就可以核准它上市了。台湾的专家讲，法规无限制讲疫苗伊效率有偌悬，只要讲安全性有够，和全人口7成人去做，就算合格。另外嘛，建议政府应该帮助一个至2个疫苗厂集中资源，安尼才会付。9种在第3期那到底哪一种它最为有效那把所有的资源投注在一篮里面我们觉得还是有风险。因为新冠病毒疫情，都爱挖好这个疫苗，不过就惊讲若缀唔到，到时到就废弃啊。